继续谈论西蒙老师来做穴位按摩养生啊。首先，我哋会做嘅预备嘅动作啊，都得录下前面的灯嘅哈，差唔多40公分高啊，坐喺燈嘅當方，啊呢手呢就放喺大腿當方哈，啊雙唇要正直，唔好彎腰駝背，啊肩膀啊身體放鬆，啊個大腿同小腿呢，脖子90度啊，有個血液循環會改好啊，我做T30CC啊，摩膝搓掌啊，膝是膝蓋啊，掌是腳掌啊。那我們的準備動作是先把左腳啊抬在右腳上面啊，左手在這個左邊的膝蓋啊，我們是這樣按摩啊，然後右手呢貼着這個左腳的腳掌啊，我們同時啊，左手按摩膝蓋，右手搓這個腳掌啊，那我們右手是陽，這邊是陰啊，是陰陽相動啊。讓摩擦生熱，這樣我們可以讓我們腳部的反射區呢得到舒緩啊，也可以讓這個腳掌的這個血液循環旺盛啊。那我們做36次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！你在做一個動作的時間呢，做數哈，按摩膝蓋哈，可以將個膝蓋半月軟骨啦，它的軟組織啊，也可以做改好嘅維護哈，也可以血液循環改好啊。我哋同樣哈，做36次啊，也可以做數遍，做好嘅時間，揾右腳啊，右腳都放喺左腳當方啊，同樣右手呢，對個膝蓋哈旋轉按摩，左手都腳掌哈，搓腳哈，同時做36次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假使你有時間呢，可以做36次、70次哈，甚至108次哈，也可以對我哋腳部嘅健康啊改好哈，因為我哋做數啊陰這個陽哈，陰陽接在一起哈，然後摩擦生熱啊，對我哋嘅足部嘅健康改好啊，我哋過來做嘅第35次啊，敲打腳掌哈，腳掌同樣哈，我哋都先左腳先哈，一個腳掌哈，可以對用個手哈，手嘅指節彎曲哈，用一個做一個部分哈，腳趾都係你嘅頭部神經嘅部位哈，這個每個地方打10%啊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個細位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，過一片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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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部分的你嘅腳跟哈都會痛哈，因為你身體嘅力量全部壓低哈，或者那個部位哈，加強哈，多打幾次啊。好，再來我們換腳哈，換腳一樣，也是用這個
手指弯曲哈，每个部位打10指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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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个足跟哈，足跟跟我们身子泌尿系统有关哈，多敲几下啊。好，这个是敲打脚掌哈，再来我们做36式按摩涌泉哈，涌泉也是把左脚抬起来哈，那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掌弯曲，大概1/3哈，脚掌1/3的地方啊，那我们用这个食指的指节啊，先这样旋转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假设你的感觉你的涌泉哈会酸痛啊，那你就多揉几下哈，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。你就做36次哈，是70米次，过来就是顺那个肾经的方向哈，肾经是按尼过来哈，你就1、2、3、4啊，那个乳腺哈，有没有给按摩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。刚才弯右脚右脚同样哈，那个脚掌弯曲哈，那个地方都会涌泉穴。好，用左手的食指哈弯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啊，个顺那个肾经的走向啊。1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可以做36次哈。肾经是我们那个养生哈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哈，37式摩膝哈，搓掌。膝是膝盖啊，掌是脚掌啊。那我们先左脚提起来啊，这个左手运通哈，按摩，然后右手左脚然后是互相搓动啊。那这个阳，这个阴啊，你只要做久以后，你的经络畅通的话，你会感觉那个很舒服哈。这个脚掌很舒服，然后人很有精神。好，我们再换过来啊，一样啊，右手膝盖啊，这边有这个外膝眼、内膝眼啊，那这样我们按摩可以对我们膝盖哈，膝盖大概60岁的时候就开始会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趁早要去保养啊，搓掌。还有我们就敲打敲打脚掌敲打脚掌我们一个地方敲10次用这个4个指头弯曲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9、10，脚跟的地方就是我们身子身子是泌尿系统的地方。好。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假设你那个所在为归通，你都继续啊敲打啊。好，我们再换腿哈，然后一样啊，这边敲打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那个手菜啊，都可能脊椎哈，脊椎假如会酸痛，这边就多敲几下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过来就那涌泉哈，涌泉空腰，涌泉的所在都脚掌哈弯曲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用食指。啊，这样旋转啊，36次，然后再顺那个圣经的走向哈，它是松的哈，还有一条打一个圈圈哈，然后啊边旋转啊边移动，顺着这个圣经的线路啊往上面走，好，我们在这个弯曲啊涌泉。啊，用食指、指节啊，这个按摩36次啊，然后再顺着这个圣经的走向啊，边旋转啊边移动。好啊，好，那我们等今尾哈，有个34到36师，大家做规划哈。根本就多呀哈，什么你？